自从2026年5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和睦甲祝福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33篇到134篇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33篇。八行上耶路撒冷的诗，大笔所做。遐日子要做伙徛起，偌尔啊好，偌尔啊欢喜。这比瓶过去的油停伫头壳顶，流到喙手，阿伦的喙手，搁流到伊的颔领。这嘛通比瓶迄门山的露水，落到锡安的山岭。伫遐上主有应允，要赐福，赐永远的活命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34篇。八行上耶路撒冷的诗，大笔所做。恁遮的迷士，伫上主的殿底侍奉的仆人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恁着往圣所举起恁的手，称赞上主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锡安赐福气互恁。和睦甲祝福，人甲人之间和睦相处，相信是每一个人所渴望的。不论亲人、厝边、同事之间，也是教会兄弟姊妹之间，咱拢希望和睦带来平安甲喜乐。但是现实的社会中，哪像真好找到亲像圣经所讲的和睦景象？上帝捌透过摩西，甲以色列人讲，因要进入的应允之地，是有山有谷、有雨水滋润的土地。伊规日通天拢看顾这片土地。摩西搁劝百姓爱谨慎遵行诫命。恁若真正听趁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专心专情服侍伊，伊就要照时为着恁的土地落春霖秋雨，互恁通收成五谷、新酒甲新油，嘛互恁的田野发草，通饲精生，安尼恁就会得到饱足。当上帝的子民确实遵行诫命，土地就会受祝福，徛起殿顶面的人也会当蒙福。但是今仔日的世界，咱看到的景象却是战火、杀戮不断，土地和大自然受人类私欲不断破坏，真是互人艰苦心。诗篇133篇中间，诗人甲兄弟姊妹和睦相处，形容做亲像阿伦受抹油做祭司遐尼尊贵，搁亲像北方迄门山的甘露滋润达库的耶路撒冷。这是何等水的一幅图！短短几句话，充满智慧，在劝勉众人爱和睦同心。我个人在想，经文背景是毋是人捌饱受惊吵之苦？若无诗人怎会遮尔啊渴望兄弟姊妹和睦呢？诗人用听众熟悉的氛围来说明伫耶路撒冷同齐守座敬拜的美好。这种融合的氛围，就亲像珍贵的香膏，散发出互人如热的香气，搁亲像清早的甘露滋润大地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学习，一个基督徒假使真正甲上帝连结，必然也会和兄弟姊妹彼此相疼，就亲像约翰一书第1章第3节所鼓励，会当伫
主来共享团契。毋过，咱要听迄看会见的上帝，哪像较容易？伫现实生活中，要实践圣经的话，搁较听迄看会见的兄弟姊妹，却毋是遐尼容易。圣经提醒咱，若甲天父和耶稣基督连结，就必定爱甲兄弟姊妹团契。人若无听看会见的兄弟姊妹，要安怎会当听迄看袂见的主啊？人甲人之间各持己见，互不相容，甚至因为安尼结怨，世上通见。但是真正顶头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一定会明白什么是合一的性命。合一是我愿意接纳你的无同，搁愿意放下傲慢，谦卑倾听你的声音。保罗也捌劝勉基督徒爱谦逊、温柔、忍耐，用贴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系，尽力保守圣神所赐合一的心。这是上主眼中美善的事，也是互人感觉美好、如意的事。愿你我拢会当实践这个教导。默想，我愿意时常放下家己的意见，接受无同的声音无？我安怎伫生活中实践甲人和睦相处的教导呢？我愿意时常放下家己的意见，接受无同的声音无？我安怎生活中实践甲人和睦相处的教导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赦免我的傲慢甲自私，帮助我诚做会当促成和睦的和平之子，搁活出美善的性命，诚做互人得到福气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